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藝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全海景嘅單位，望住白沙灣遊艇會一級，700尺3房設計。呢個中層單位，洗衣機放露台，租金就11500蚊。租金3房設計，因為業主啱啱收樓，所以環境比較混亂少少。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